各位弑天王，你们有一个新任务：被勇士杀死，而你们将获得用不完的退休金。我是魔王城第一弑天王艾尔，我有一个新任务，培养这个孩子成为勇士，拿到退休金。但事情总是不那么顺利，都是因为有这个累赘魔法师。不光如此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和培养勇士有关的。但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要拼尽全力将这个孩子抚养长大，成为勇士。